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清明，清明时落雨期，大雨拼了两三暝，暝之水插插地，亲像阿母的目屎挂目前。清明时落雨期，沙沙啊雨落袂离，山路边草离离，亲像阮的思念延落生。夜风遐尼大，吹疼阮的心肝。阿母，你慢慢啊食，毋免赶，有阮甲你做伴。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36集，分享的是台南的南秀珍老师所带来《清明》。所以去，咱来邀请南秀珍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心情甲背景。这首我本来题目是备忘啦，我去备忘的时去写，人大家讲备忘人，大家拢无啥进去啦，所以我当改做清明啦。我就感觉咱写这备忘哦，你若看像迄个清明，迄大陆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感觉迄无啥物意境呢。咱这吼直接用台语写的，较会当互人感动着。吼，这清明时，我咧写迄两拄好落雨期，真正落雨期。吼，大雨拼咧两三暝，迄两个大甲足大雨，我拄好都甲迄个景写落来。年前水年前有言，足侪人年前和阴钱搞不清楚。阴钱是厝的头前的迄个阴啊！你要看咱有台南有一个谚语吼，上帝讲的阴钱，水仙经的年钱。这上帝讲的地势吼，咱台湾的慢慢低下来啊。他的迄个阴钱吼，台阶吼，对拄好咱和水仙经的语言，迄台南的地势是安尼。年钱是语言，阴钱是厝头前的这个阴啊。清明时都一般是拢落雨嘛，所以沙沙雨就是很小的雨啊。前一暝落大雨，过去是啊沙沙雨、沙沙雨、细雨的时啊啦，足细阵的雨啦。沙这个点完一个鱼吼，啊一个切，切切切啊。年前水插插的，这个插吼3点水啊，插秧的插吼诶右边草梨梨，我用这个草梨梨。台湾思路伊拢读到草梨梨，我讲你读唔对，伊拢读风听读草梨梨，这个爱离开的离，读离开的音，草梨梨。这个梨吼，梨咱的古诗内底足济啊。离离原上草，绵绵思远道。离离原上草是草啊足济啦，草梨梨，亲像阮的思念延落生。夜风遐尼大，扫墓完就在那陪妈妈一下，就慢慢做啊。我们家里做伴。清明时落雨期，大雨拼咧两三暝，年之水插插地，亲像阿母的目屎挂目前。清明时落雨期，沙沙雨
落袂离，山路边草离离，亲像阮的思念沿路诗。野风遐尼大，吹疼阮的心肝。阿母你慢慢啊食，毋免赶，有阮甲你做伴。咱今仔日分享的这首蓝秀珍老师所带来的清明。清明是台湾人非常重要的节日，所以去咱会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为大家来讲解清明的传统风俗。这首清明是咧描写对先人的这种的透过陪墓的这个仪式来表达的子孙对祖先的这种挂念、思慕，还是用致敬这种意思咱伫台湾这个陪墓并不是定定拢安尼讲咱一般较济是讲跪纸。跪纸是跪墓纸跪就是啥呢？就是挂伫壁顶迄挂这读做跪，就是迄个正手边迄个卜麦管的迄个就是跪墓纸，跪纸就是安尼。是讲地迄就是讲一般来讲拢是爱去迄个做去墓四khu位拢爱清好好势，拢用过迄念力刀念力迄种足拍远的迄种感觉嘛，迄一年无去的时阵迄根本就是规个拢迄含路都拢看无安尼，就会将迄爱清好好势，清到尾迄个墓的形规拢出来，才开始你会准备迄个墓纸嘛，迄墓纸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红色的安尼，爱放踮迄墓头啦，还是讲迄个墓的主体主体就是拢是迄个土的嘛。用迄土安尼埋一挂土来甲缀安尼，会用石头缀，但是一般拢无啥物石头啦，拢是用过土来甲缀咧。缀了的时阵当然敢若讲，无说敢若勇敢的一间厝已经迄厝身厝下等等拢甲修理好势，较袂去迄个透风落雨，去实在这种的意思啦迄就是跪墓纸是安尼来的对一般你讲陪墓的时阵迄仪式加足隆重的你第一年过身的第一年爱陪墓为做一冬啦尔，为两冬三冬拢爱陪墓对墓一般都是有迄个做咱定讲迄个药墓粿。就是讲，你爱你祭拜的迄物件，都会分互迄个一寡囡仔，都会来食。有一寡粿啊，啥物货，都会分互因去。若囡仔伤多，你早粿无够的时阵呢，就变做讲5角10箍安尼用过迄大个金，互迄囡仔迄足欢喜的安尼就对。这首清明是用一个。真有迄个做咱目睭顶去看到的，还是心肝顶去想到一寡情景，安尼来甲写。阿母过身伫路年要去陪墓的时，一直想到老母。尼到墓地的时，就讲野风遐尔透，吹疼阮的心肝。伫迄个所在，参老母做伙，伊个想老母踮食，伊踮陪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一个感情伫遐结做伙。我哋感觉到讲失去老母，确实非常非常的悲哀的情形，安尼就对。清明时落雨期，大雨拼咧2-3暝，年前水插插滴，亲像阿母的目屎挂目间。清明时落雨期，湿湿啊雨落袂离，山路边草离离。亲像阮的思念沿路生，野风遐尼大，吹疼阮的心肝。阿母你慢慢啊食，毋免赶，有阮甲你做伴。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南秀珍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以及府城小花女的三姊妹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家属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